請揭曉。台南市文化局2個月前打造府城古地名的巷仔鳥意象雕塑，規條民權路的巷弄總共有7隻，讓市民朋友甲來訪遊客以輕鬆的方式認識府城歷史。也不過最近卻傳出有部分雕塑損害，沒有公德心，怎麼這個樣子呢？初步盤點，設置佇咧大井頭的雕塑主體是讓學生無說理弄歹，設置佇咧舊嶺的巷仔鳥雖然主體無歹，也不過古地名的黃銅告示牌竟然是規地放棄。可能造型太受歡迎了，還是怎麼樣？就是被民眾偷走了。那這件事情其實我們也覺得它是一個蠻嚴重的一個行為，所以我們也在發現之後立刻的報警處理。文化局已經報警，強調巷仔鳥是傳達城市記憶的重要角色，每一個黃銅牌攏代表着一段台南獨有的歷史甲空間記憶，每一隻溪水表情攏無同，黃銅告示牌頂懸的圖案嘛無同，有的是山，有的是寫文，掀起遊客收集的調。我覺得整體上來說，可能我們還是要呼籲，就是可能向市民去多廣播一下這個東西，我們為什麼要設立在這裡，以及為什麼我們要去保護它。兩座損害的巷仔鳥雕塑會陸續修好，文化局呼籲民眾甲遊客愛以着溫柔的方式來對待這些作品，守護屬於台南府城的美麗風景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